哇！我是在开拍前，为了两个人培养感情，为了更熟悉彼此，所以我去他家住了1个晚上。是的，我们蛮激烈的那个晚上，真的蛮激情的夜晚，累到就是看电影累到，然后我直接睡死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累吗？是因为前面我们那时候，对，我们那时候呢准备要吃饭嘛，结果他突然过来说，要不要伏地挺身？我说吃饭吗？为什么要伏地挺身？他说今天还没有练。我说想说一起运动一下，对，然后他就突然趴下来，然后狂做猛做，我们做了几下，60吧，6、70下。对，反正我们你就看到2个男生，然后在房间里面那个脸都超红的这样。对，有人一起运动，那个感觉就更不一样，会有一种一起痛苦的感觉。对。他说要看电影，我说好，陪他看。然后他就看，然后就马上睡着，然后就把他叫起来。过了不夸张1分钟，然后他就，然后我把他叫起来，我跟他说最后一次哦，你再睡觉我不叫你。他说好啦，那我这次真的把它看完，然后这次更快，也是1分钟以内，他就，我说好吧，算了，你真的好累，就让你先休息，我就自己把电影看完这样。对啊，睡同一张床，他不忍心让我睡地上。想让他来我家了，我跟他睡地板，是盖同一条棉被。我只有1条，我们就只技术上来说是，其实我有另外1条，把它藏起来了。想说要同盖一张的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然后他睡觉的时候还会踢我，因为我有习惯卷被子，所以他翻身的那个，然后就很好笑。但因为他平常真的很怕冷，所以我说棉被就都给他盖没关系，因为我个人还好。我觉得他应该没感觉，他会睡死我才抱他这样。他会攻，没有啦。有一次他打给我吧，那个时候他就直接说喂，然后他说喂，宝贝，我来好了，这么低沉，我来好了。喂，宝贝你在干嘛？我刚吃完你，吃完什么？在干嘛？怎么会？我在想你啊，不然呢？哦，刚吃完，我也很想你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样子，对，我们第一次就是这样。他是外表看似花心，但是其实很专情，又温柔体贴，胸肌很大，然后帅，然后就是一个暖男，就很大块啊，就是我是什么感觉？左边比较大块的，左边比较大，对，你有左撇子，你哦，对，很像在摸那个滑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块凸起来，这么凸哦，对，这么就是凸，像滑鼠的感觉。线上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们2个在旁边看啊，看到你们很真挚的在哦，就是刚亲完的2个人走出去都会有特别的电感，一个。有吗？都是很紧张啊，因为非常。他说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会怎么样？对，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就是亲的很唯美，然后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一样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尤其我又没有相关的经验，所以我们2个人就怎么办？通常没有，其实不是我们2个，通常是我啦。怎么办？教我。然后我那时候都疯狂请教他说要怎么练习，所以还好有你。4位谁最有经验？来，直接指他。我也觉得是他。我们没有讨论过。如果说在他之前也有拍过。如果说在戏里面一定是他啦。阿健是一个一开始不是看似对花心，但是其实很专情喜欢。那硕婷，你有感受到星河的经验吗？我很像那个一个蚌壳这样，他就是这样。不要再讲蚌壳，哦，不是蚌壳，一个蛤蜊。蛤蜊。然后很多粉丝都 tag 我说这是蚌壳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，蚌壳，看蚌壳，对啊，可爱，蛮有那个厚度的，然后也蛮软的。我们真的轻拍了很久，对，因为我们有很多颗的不一样的镜位要瞧啊，所以我们来前后应该亲了20几次吧。对，我们是一吻再吻，就是我们到后面的嘴唇都亲到都变辣辣的，对，就辣辣的，一直吸吧，有可能，这是在吸啊，土托鱼，互吸，土鱼。好，预备，倒数3、2、1，开始。哦，呼吸，深呼吸。
胆量过高了，感觉会脱序。 9、8、加速加速。 6、4、用3、2、1，最后一张。好，看一下有几张。被我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张。 10张了耶。 8张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不小心用到的。对啊，到第7张都在开始。听到了，又听到了，是吗1、2、3，好像平手。 4、5、 7、8，平手。平手。没有吧？他们有重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好大声！一只手指。哎，可以。有啊有啊。 哦，夹紧啊！坐停夹紧，哎，紧一点，坐停紧一点。紧一点，紧一点。哦，哇，没了。 3、2、1，开始。快点快点快点啦！快点！36秒，陈俊真组获胜。 1秒钟。刚刚有2关游戏，2组 CP 就各赢1关，所以惩罚呢就是要2组都要进去。哎，来，你笑什么？我也爱你啦！哇！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太激烈了。 About You， 默默的我，不默的我们，是一部关于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的校园恋爱故事。记得收看哦。